酷爆犀利哥擔煙行 show， 攬索女記者。哇！犀利哥呢個 look 有啲黃曉明 feel 喎，佢尋日喺順德碧桂園農莊做 model 隊長，未上台已經型到爆啦，之後坐埋一邊，觀眾癲晒不特止，連靚女記者都冧佢，任犀利哥攬到實啊！親他一下。咦？咁上台咪一定好有睇頭？點知？原來行處男 show 嘅佢破咗腦計喎，細佬同堂妹搞咗一輪，犀利哥終於肯翹住堂妹上台啦。睇硬照係咪好型呢？去片其實驚到硬晒太㗎。不過大家都睇得好開心。喂，全程擔住煙嚟行 show 㗎，話晒你係靚女 model 嘅領隊嚟喎。做咩各有各行㗎？不過都算順利完成晒全日4場 catwalk， 每場200幾個觀眾都 high 到爆啊！犀利哥有名嘛，都幾犀利啊！點犀利法啊？佢嘅服裝好犀利嘛！同台演出嘅索女 model 都撐佢喎。可能佢會有啲緊張吧，咁係咯，但係咁其實大家都唔應該對佢有咩歧視啊，七姨都可以有紅嘅一日或者有個表演嘅一日係咯。收3萬蚊，做足成個勞動節假期，下次唔知有冇得加價呢？犀利哥咁多人撐你，睇嚟有排紅啊！